各位觀眾，歡迎各位回到我呢個頻道嚇，我個名亦都係 Danny 甄子東啦嚇。咁就我哋今日咧繼續用呢個易經嘅智慧咧，探討人生最重要一個最後嘅一個選擇嚇。好多人都問我啊，係嘛？呢個到底係土葬好啊，定係呢個火化好啊，定係點樣安排好係嘛？咁就其實易經咧都冇講俾我哋聽邊一種係方法係最好方式，只係易經話俾我哋聽咧，我哋要尊重自然，順應變化。我哋亦都尊重每一個家庭咧佢哋不同嘅選擇。易經說咧就一陰一陽為之道，係嘛？意思就係天地之間咧沒有絕對相同嘅人生，也沒有絕對呢個適合所有家庭嘅唯一嘅選擇。不同嘅選擇係適合不同嘅家庭。咁佢每一種嘅選擇咧都有佢自己嘅意義，係嘛？我哋傾傾土葬啊，嗱，土葬咧就係好多呢個華人家庭熟悉嘅傳統方法。對唔少人嚟講咧，落葉歸根亦都係讓家人咧有一個固定嘅地方咧去懷念親人。咁啊，對於家庭呢個承傳祭祖嘅文化嘅人嚟講咧，土葬係有具體嘅特殊意義嘅。咁我哋土葬嗱，好似我哋呢個林肯呢個墓園咧，我哋咧呢個係福地之一，係嘛？喺 Portland。咁啊，我哋咧可以係將即係兩個人咧可以同時擺埋一齊，上下又得，平衡擺又得，即係我哋係比較靈活嘅。咁亦都歡迎咧，就係各位喜歡土葬嘅朋友咧，就同我哋過嚟探討下啦。如果你人住喺 Portland 嘅，係嘛？多謝各位。OK。咁第二個題目咧，我哋想提提咧，就係呢個亦都係即係火葬係咩情況，係嘛？咁啊，近年嚟咧，美國好多家庭咧就選擇呢個即係火化啦，唔係火葬，火化。咁啊，因為佢咧，佢個主要個優勢就係佢個費用比較低，係咪？同埋程序相對簡單，同埋安放喺邊度咧就比較靈活。有些家庭咧就選擇呢個骨灰龕喺墓園裏邊，係嘛？咁啊有一個選擇呢個係好似我哋呢個牆壁啊，可以廚房喺牆壁上邊嘅位置啊，可以擺放你嘅骨灰龕。咁啊亦都有咁靚嘅花園咧，就陪伴住你嘅親人，係嘛？咁就呢個係非常一個好嘅 idea，即係火葬之後有幾種選擇。我之後我再講另外一種咧，就係喺度可以建自己嘅一個獨立一個墓園嘅。係我哋前兩段咧亦都探討咗土葬同埋呢個火化嘅程序。咁而家第三階段咧，我哋係將呢兩個都可以一齊結合咧，就係我哋亦都有第三個選擇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有個建築物咧，可以擺成個 body 落去嘅，就即係做咗防腐之後擺落去。咁啊可以擺一個或者係兩個人擺埋一齊喺一個位嗰度。咁啊亦都有擺骨灰嘅地方嘅，佢哋亦都有擺骨灰嘅地方嘅。咁樣呢一種選擇咧，就係佢有一個 building 裏邊咧就比較即係莊嚴啦、整潔啦，方便去拜祭啦，亦都呢一種方法亦都受到不少家庭嘅歡迎嘅。咁啊，至於邊一種係最好咧？咁啊，呢個就冇一個標準答案啦。真正嘅重要咧，就係符合你哋嘅信仰嘅文化同埋家庭嘅價值觀。咁咧，亦都希望你希望留俾家人嘅係一種咩安排？係嘛？咁啊，易經中強調咧，我哋係中庸，即係唔好偏向一方面，係嘛？咁啊，意思係咧，就係要揾到自己係平衡嘅，適合自己嘅，唔係隨便跟人哋話咁就咁，係咪？人哋話東就東，係咪？話西就西。咁有人喜歡係傳統嘅，有人喜歡係注重家庭、重視紀念嘅。亦都有人咧更加希望減少未來家人嘅負擔。咁每一種嘅選擇咧，都係
都係要被尊重嘅。因此咧，我哋建議每一個家庭咧，應該咧就在健康嘅時候咧坐低嚟咧就好好溝通，咁啊告訴俾你嘅家人聽咧，你嘅想法係乜嘢，你嘅心願係乜嘢啊，你嘅價值觀係乜嘢。因為真正困難咧嘅地方咧，唔係選擇邊一種方式去安葬，係嘛，而係在沒有溝通嘅情況下咧，特別係讓家人悲傷嘅情況中咧，去估你係想點樣。咁啊，提前規劃咧就唔係咧就為咗選擇一種方式，而係咧就為留下呢個清楚嘅心願俾你嘅家人。係咪？易經亦都同我哋講咧，啊順應自然，尊重生命，啊珍惜親情，係嘛？人生最後一程咧，啊沒有最後，冇話邊個係最好嘅選擇，只係適合自己，能夠讓家人安心嘅安排，就此之為最適合你及你嘅家庭。多謝大家分享呢一集，多謝。